天山之祖、万水之源的青藏高原，以其无与伦比的雄奇和伟岸，令世人仰望。那些连绵不绝的高天厚土、神秘宁静的古庙、美轮美奂的壁画、多姿多彩的民俗，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透过我们的眼和耳，沁入我们的灵魂。而它的内涵，则是通过语言和文字传送的。作为中华多元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西藏文化延续和发展的重要载体，藏语以它生动而不可替代的方式，传送着藏民族在地球之巅繁衍生长的信息，解读着包括藏民族在内的中华文明之花绽放的历史进程。要想走进西藏，走进这幅风景画卷的历史内涵，有什么比语言交流更直接呢？考古发现，西藏的人类文明史可追溯到距今5000年以前。这是坐落在西藏昌都澜沧江畔的卡若新时期人类生活遗址。这些古人类生活的遗迹，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上古时期高原先民的生活场景。那时的西藏还没有文字。直到公元7世纪，当时的一位杰出青年吞米桑布扎创制了沿用至今的藏文。从那时起，古老西藏的历史被一笔一画地记录下来。西藏有史以来的文明，已走过100年的漫漫长途，结下了累累硕果，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做出重要贡献。星罗棋布的建筑艺术，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神奇的藏医藏药，深奥的宗教文化，自成体系的藏戏，处处表现出藏族文化的瑰丽多姿。而藏语文则是这份文化瑰宝最忠实的诉说者和记录者。藏语言分为卫藏，包括拉萨、安多、康巴3大方言，以拉萨话为藏语普通话。在拉萨话里又分为敬语和普通语2种表达方式。藏语是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表达力强，语调抑扬顿挫，十分明快。据统计，目前我国使用藏语的人口有近600万人。藏文是一种拼音文字，自左向右横写。据统计，在我国所存的文献中，除了汉文文献之外，藏文文献的存世数量是最多的。1987年7月9日，一阵热烈的掌声从拉萨人民会堂响起。西藏自治区第4届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藏语文的学习和使用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在今天的西藏，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牧区的学校，都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育体系，藏语言得到有效的保护、使用和发展。作为国内第1部藏语教学节目，本片由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出品，由中国藏学权威专家担纲策划，北京新华飞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摄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主持讲解，西藏大学语言系学生表演情景对话。
为所有关心、热爱西藏的海内外友人提供一把用语言开启雪域高原大门的钥匙。语言是隔开我们的一条河，又是引渡我们的一只船。当我们乘坐着藏语这条航船走向地球之巅时，西藏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必定以别样俊美而深邃的姿态在我们面前展开。西藏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人们的心中，它又是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要想了解西藏，了解在这亘古高原上生活着的藏族人的心理，您最好学上几句藏语，跟藏族朋友聊一会儿天，您就会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信息。为了满足您的这种需求，让您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会藏语，我们特意拍摄制作了《走进西藏》这部藏语教材。今天，让我们在学习第一课之前，先来学习藏语的30个字母和基本语法。藏语的30个字母，我们分成7组，一半，也就是每一组由4个字母组成。对，在藏语的30个字母当中，有的单个能表达意义。单个能表达意义的，我们会提出来单讲。好，下面我们开始学字母。第一组的第一个字，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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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咔，咔，意为口或嘴。咔，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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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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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为我或我自己。啊。第二组的第一个字母，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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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掐，掐，掐，它意为一对或一双。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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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为茶。掐，nha，nha，nha，意为水中鱼。nha。3组的第一个字母，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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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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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为现在。他，那，那，那，意为疼痛或病。那。第4组的第一个字母，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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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啪，啪，意为父亲。啪，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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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妈，意为母亲。妈。第5组的第一个字母，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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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擦，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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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挖，挖。挖。第6组的第一个字母，霞，霞，霞，
虾、撒、撒、撒意为吃，撒、啊啊、啊啊、呀呀、呀意为单个的。呀、第7组的第一个字母 ra ra、 ra 意为山羊， ra、 la la、 la 意为有路的山， la、虾虾、虾意为肉，虾、撒撒、撒意为土或者土地，撒、哈哈、哈哈、啊啊、啊啊、啊是30个字母当中属于元音的，元音有5个，分别是啊、阿基乌伊、阿正布伊、阿什主乌、阿那罗哦，有4个元音符号，分别是 kigu、sem ju、简波、那罗。元音符号它不能单用，它必须要跟辅音字母拼合而成。比如，我们把5个元音字母加在第1组的第一个字母嘎，然后变成了嘎叽咕叽，嘎sem ju gu，嘎jem gu ge，嘎那罗过，以此类推。元音符号和辅音字母拼合时，先写辅音字母，后加元音符号。在书写辅音字母和元音符号时，要先写辅音字母，后加元音符号。比如嘎 q gi、嘎 shep ju gu、嘎 jembo ge、嘎 naro go。又比如加 q gi、加 shep ju ju、加 jembo ge、加 naro jo。藏文的音节可以由单个的组成，也有数个音节一起组成的。比如单个组成的啊，它就是一个单个的。然后别那是巴和他2个音节组成的。然后三是3个音节组成的，有帕、萨、玛。最多的呢有7个音节所组成的。对，最多的成分有7个音节组成的，比如说婆、萨卡达、卡拉的、查吉乌、吉卡塞、吉，它是有基字部分卡、上加字萨、下加字ra、前加字帕、后加字卡、再后加字萨，还有元音符号 q， 一共有7个成分构成。说到这里，大家要知道，藏文的上加字有3个 ra、la、sa， 下加字有4个 yada、rada、lada、wada， 前加字有5个，分别是卡、他、帕、ma、啊，5个。后加字有10个，分别是卡、啊、他、那、帕、ma、啊、ra、la、sa， 10个字。再后加字有2个，分别是萨和他。藏文的上加字、下加字、前加字、后加字、再后加字都是由固定的字母构成，字母的字性组合法是有规律的，所以不能乱搭。藏文的每一个音节之间，它是有分音节符号的，藏文称之为侧东，就是一个点儿。
藏文的传统语法中，根据声音的强弱，它可以分为阴性、阳性、中性、极阴性、极阳性等。比如说，极阳性嘎，极阴性嘛。藏文的书写是从左到右，基字部分是从上到下，元音符号是最后写的。比如婆、嘎、嘎这一个字是由前加字爬、基字嘎、后加字啊三个部分组成，所以它是从左到右所写的。对，藏文的楷书字体必须是字头顶上写，字左向右横向写。藏文本身的标点符号不多，除了分音节前面所讲的刺通以外，还有分句、词、音节的单音垂符号，也就是藏文念为谢。藏语的句子成分的基本构成顺序是跟汉语不同的。汉语是主谓宾，藏语是主宾谓。比如说，你会说藏语吗？ Kiranki Puye 谢新的语变，在这儿 Kiran 是你，谢是说，句子成分就是主宾谓。今天我们学习了藏语的30个字母，因为字构成词，词构成句子，可想而知，藏语的30个字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打好基础。学好藏语，从学好30个字母开始。好了，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起嘛，节勇。让我们下堂课再见。